Hi， 我係堅叔，歡迎返到癌友茶記，入嚟坐低斟杯茶先。今日堅叔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癌友甚至未患癌嘅朋友都好關心嘅題目：抗癌食物到底係咪真係有用？講真，堅叔以前未經歷癌症之前，都成日聽到人講食多啲西蘭花啦，防癌釘；藍莓好抗氧化，飲綠茶抗癌；食菇菌提升免疫。但嗰陣我最大疑問係，究竟呢啲食物係咪真係有科學根據，定係只係網上流傳？正式開始影片之前，有個廣告時間。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不斷肚瀉嘔，冇晒胃口，搞到冇精神。川渝醫學級褐藻靈，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加上高劑量桑黃，配合治療，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抑制異細胞達97%，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認住褐藻靈呢個名，陪你走過抗癌路。一講抗癌，就全部變成神奇食物。後來自己經歷治療，再慢慢睇返醫學資料，我先明白一件事：世界上冇一種食物可以單靠自己預防癌症或者治療癌症，但同時亦唔代表飲食冇作用。相反，大量研究都指出，一個長期以蔬菜、水果、全穀物、豆類為基礎嘅飲食模式，同較低癌症風險以及更佳健康狀態有關。所以今日堅叔唔講食咗一定冇事，亦唔講食一樣嘢就可以抗癌。今日同大家整理5款研究比較多，亦係日常生活容易接觸到嘅抗氧化食材，等大家知道點解佢哋成日被提起，入面有咩成分，同埋癌友康復期間應該點樣食先實際。第一款西蘭花、椰菜花、十字花科蔬菜。第一款，堅叔覺得香港人最容易接觸到就係西蘭花同椰菜花。以前屋企食飯，媽媽叫你食菜，你可能覺得咪又係菜，有咩特別？但原來十字花科蔬菜係近年營養研究入面比較熱門嘅一類，包括西蘭花、椰菜花、芥蘭、白菜、椰菜，佢哋有一類重要嘅植物化合物叫 glucosinolates。當植物被切開、咀嚼，身體會將部分成分轉化成 sulforaphane。呢種物質喺實驗研究中被發現有抗氧化、調節、細胞防禦系統等作用。例如，部分研究發現 sulforaphane 可以影響細胞內嘅抗氧化酵素系統，包括 NRF2 pathway， 幫助細胞應對氧化壓力。不過堅叔想提醒下，有實驗室研究唔等於食一碟西蘭花就係抗癌。人體係一個好複雜嘅系統。真正有意義嘅地方係，如果你本身長期少食加工食品，多食不同種類蔬菜，令身體攝取更多植物營養素，呢種整體飲食模式先係重點。平時應該點食？其實好簡單，西蘭花唔需要煮到爛晒，蒸炒灼都可以。如果怕淡，可以加少少橄欖油、蒜蓉、芝麻。對癌友嚟講，唔係食某一種菜，而係每日都有菜落肚。第二款，藍莓、士多啤梨、莓類水果。第二款係莓類水果，例如藍莓、士多啤梨、黑莓、紅莓。點解係莓類？其中一個原因係佢哋含有大量多酚 polyphenols， 當中包括花青素 anthocyanins。花青素就係令藍莓呈現深藍色、紫色嘅天然植物色素。研究發現，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亦有調節炎症反應嘅研究方向。而癌症研究入面，其中一個重要概念係慢性炎症同氧化壓力可能參與癌症發展過程，所以科學家一直研究食物入面嘅植物化合物會唔會幫助身體維持較健康嘅環境。但食法方面，堅叔提醒大家唔好將水果變成果汁，因為原個水果有纖維，打成果汁之後好容易一次飲咗大量糖分，但纖維就變少。康復期間，如果胃口差，水果可以係一個比較容易入口嘅選擇。例如早餐加幾粒藍莓，下午茶食士多啤梨，配無糖乳酪，簡單又方便。第三款，番茄茄紅素來源。第三款，香港家庭好熟悉㗎啦，番茄。番茄最出名嘅成分係茄紅素 lycopene。茄紅素係一種天然類胡蘿蔔素，係令番茄呈現紅色嘅主要色素。研究發現，茄紅素具有抗氧化能力，
部分流行病學研究亦都曾經觀察到高番茄或茄紅素攝取與某些癌症風險下降有關，尤其係前列腺癌方向研究比較多。不過同樣要講清楚，呢啲研究主要係觀察關聯，唔代表食番茄就可以預防癌症。但番茄本身就係一種低熱量、高營養密度食物，加上含有多種植物化合物，放入日常飲食係一個好嘅選擇。另外有趣一點，番茄煮熟之後，茄紅素反而可能更容易被人體吸收，所以唔一定生食最好。番茄炒蛋、番茄湯、番茄燴魚都係香港家庭好容易做到嘅方法。第四款，菇菌類多糖體來源。第四款係好多癌友都會問菇菌有冇用，例如冬菇冇用，靈芝、雲芝。菇菌類其中一個研究方向就係入面嘅多糖體 polysaccharides， 例如 beta 葡聚糖係部分菇菌常見成分。研究發現，部分菇菌多糖可以影響免疫細胞活動，例如巨噬細胞、自然殺手細胞、NK cells 等。所以好多菇菌相關研究都集中喺免疫調節方向。例如日本部分癌症輔助治療研究中就有使用雲芝來源 PSK 作為輔助治療研究。不過菇菌係食物，唔係藥。普通食冬菇同濃縮提取物係兩回事。平時轉評冬菇蒸雞、金菇豆腐、雜菌湯，呢啲都係好實際嘅食法，唔需要將所有菇菌神化。第五款，綠茶。茶多分來源，最後一款香港人應該最熟，綠茶。綠茶入面最受研究嘅成分之一係 EGCG， 佢係一種茶多酚。實驗研究發現 ，EGCG 具有抗氧化特性，亦有影響細胞信號傳遞嘅研究方向。流行病學研究亦一直觀察飲茶習慣同健康之間嘅關係。不過飲茶都有幾點要注意：第一，唔好加大量糖，一杯全糖奶茶唔再係健康嘅茶；第二，唔好用茶代替食飯。癌友康復期間最重要仍然係足夠蛋白質、足夠熱量、均衡飲食。茶只係其中一部分。抗癌飲食唔係一粒神奇食物。講到最後，堅叔覺得最重要嘅一點係，一開始接觸飲食資訊都會想過邊樣食物最抗癌，但其實醫學界更加重視嘅係整體飲食模式，例如每日有足夠蔬菜水果，減少加工肉，宜少飲含糖飲品，保持健康體重，足夠蛋白質，維持肌肉。呢啲先係長期影響健康嘅因素。堅叔自己行過癌症呢條路之後，最大體會係唔好將希望放喺一種食物身上，因為身體唔係靠一樣嘢維持，佢係靠每日一餐一餐累積返嚟。最後幫大家總結今日5款食材：第一，西蘭花、椰菜花；第二，藍莓、莓類；第三，番茄；第四，菇菌類；第五，綠茶。呢啲食物都有研究價值嘅，但最重要，抗癌飲食唔係靠一種食物，而係每日嘅選擇，慢慢建立一個支持身體嘅環境。以前堅叔都想捷徑，但後來先明白，真正有效嘅方法往往都係最基本嗰啲：食得均衡、保持活動、瞓得好、跟醫生安排，一步一步照顧自己。我係堅叔，呢度係癌友茶記，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分享更多癌症路上真正有用嘅資訊。